粵泰軒喺2007年開業，位於荃灣梨木樹村，主打泰式粉麵。因為多年嚟兩夫妻嘅用心經營，所以一直深受附近街坊同埋學生嘅支持。儘管係一間開喺街市入邊嘅小店，但係每個月嘅訂單數差唔多都可以去到接近6000張。尤其喺每日嘅 lunch time， 學生都會3、5成群過嚟幫襯。午市係粵泰軒最繁忙嘅時間之一，經常都會大排長龍。為咗提高落單效率同埋提升翻台率，3年前粵泰軒就裝咗 PME， 將餐廳升級為數碼化嘅經營模式。第一，堂食 QR Code 可以有效分流一部分排隊嘅食客自助落單。粵泰軒每一張台前都黐咗一張對應台號嘅 QR Code。餐廳十分貼心，喺 QR Code 隔離黐埋落單步驟嘅說明，等大家可以更加清晰、更加輕鬆咁完成落單。第二，粵泰軒實行嘅係先付後食嘅營運模式，而 PME 亦可以為餐廳接駁多種 online payment， 即係食客坐低掃個 QR Code， 喺網頁上揀完嘢食就可以直接 online 完成支付，然後就坐定定有得食。咁樣一嚟，員工唔需要為每個食客落單，而係更專注於出餐同執台，令啲食客可以更快用餐，然後好快可以安排下一批嚟到用餐嘅食客。通常大家嘅 lunch time 都係1個鐘，最怕就係排隊等太耐。但 QR Code 落單幫餐廳喺一定程度上解決咗繁忙時間翻台率嘅問題。第三，眾所周知，各大外賣平台係需要向餐廳收取佣金，但 PME 會為餐廳建立 online store， 等餐廳可以做到自營嘅外賣同外送。重點係無需另外收取附加費用。粵泰軒將外賣 QR Code 擺上自己嘅 Facebook， 令到熟客可以更方便叫外賣，然後到店自取，一拎即走。附近嘅居民仲可以通過外賣 QR Code 叫外送添，而且喺限定範圍裡面達到一定嘅金額，甚至唔需要配送費。一方面令食客可以有更好嘅體驗，另一方面既幫餐廳增加咗生意，又唔使俾外賣平台抽佣。粵泰軒嘅老闆喺經營餐廳上好有心機，將啲功能運用得淋漓盡致。最後佢仲開通咗 PME 嘅會員功能，幫餐廳累積到大量忠實嘅食客。然之後通過會員優惠政策回饋成日嚟幫襯嘅熟客。當顧客註冊成為粵泰軒嘅會員，系統就會自動發放粵泰軒專屬嘅迎新優惠券。另外消費之後又可以儲印花再換 coupon。粵泰軒至今開咗10幾年，喺食物方面一路堅持質素。作為一間東南亞風味嘅食肆，地道嘅冬陰功湯底同泰式清湯係餐廳嘅招牌。冬陰功湯選用泰國檸檬草、青檸、香茅、辣椒、魚露等食材熬製，激發出香料中獨特嘅酸辣口味。一行近就可以聞到空氣中飄散着嘅香氣。而泰式清湯就較為清新，辣味同酸味都冇咁強烈，適合尋求溫和口味嘅食客。香茅豬扒、雞翼，仲有燒豬頸肉、肥牛，全部都好好食，食客每次都好難選擇，因為每一款都係必試。燒豬頸肉先用特製醃料醃製入味，再通過適當嘅燒製，使外皮微微燒到焦脆，散發出燒烤嘅香味。香茅豬扒同香茅雞翼係最受學生喜愛嘅配料。喺醃製嘅過程中，肉質吸收咗新鮮香茅嘅香氣，炸過之後極具東南亞風味，而肥牛可以很好地吸收湯汁嘅味道，增添風味同口感。最重要係每一款配料都係40幾蚊起，好多食客都大讚性價比極高。